靈擺通常係由一個有重量嘅物件用一條線吊住。當你用手拎住靈擺嘅時候，會帶動手臂肌肉好輕微咁震動，同你嘅潛意識聯繫埋一齊。能量嘅頻率會透過肌肉震動嘅頻率傳返去個靈擺度進行調頻。當靈擺擺動嘅頻率接近你想測量嘅嗰樣嘢，例如人體物輪或者水晶、石頭嘅能量頻率嘅時候，兩者產生共振，令到個擺動幅度變大。就係咁樣，我哋可以用嚟探測唔同事物嘅能量狀態。靈擺調頻亦可以用嚟清除負能量同障礙，增加正面能量。過程中連結你嘅深層潛意識或者高我，幫你提升個人能量頻率，吸引更多正面嘅人事物，從而改善健康、情緒、人際關係，甚至財富運勢。靈擺係一個非常好用嘅工具，日常用嚟清除負能量同幫助連結高我，提升內在狀態，甚至改善我哋嘅生活。